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繼續揀幾樣賽事同大家分享下，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7月8號星期三跑馬地9場賽事，6點半開跑。首先係第3場4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會偏快嘅。3號、5號、6號、7號、9號、12號劃咗佢先。呢場就揀咗8號天火同人、4號美麗登場、10號飛來霸同埋1號紅桃新星。然後就係第6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咁就唔要6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、12號，比較中意4號嘅驕陽紅心、7號快博、5號瑞木同埋3號博愛先鋒。接住落嚟第7場3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會偏快嘅。6號、7號、8號、10號、12號劃咗佢，留意返2號連連幸運、4號領航君子同埋5號嘅加州本事都有缺貨嘅。心水揀咗11號觀金旗、2號連連幸運、9號聖萬金同埋1號燭光晚餐。跟住就係第8場2班18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7、8、9、10、12全部唔要，呢場就比較中意11號幸運派彩、4號有熒光、3號奔放同埋5號春風萬里。就係第9場3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會偏快嘅。2號、5號、6號、9號、10號、12號劃晒佢，留意返11號撼天鐵翼呢就有缺貨嘅。心水揀咗8號可靠大師、4號觀眾之力、1號自滿同行同埋7號嘅王者有利。咁啊，5場賽事都分享過，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，到咩馬，就歡迎加入我群組，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